讲到这花莲大地震了后，根据着消防署的统计，已经有10个人死亡，其中德鲁古斯卡东部岛有6个人失去联络。这搜救队今仔日继续找，也伫咧一堆石头下骹找到2个死者，因的身份还确认。也因为搜救过程有4、5届这土石放落来，决定先特地暂停搜救。另外一边呢，有这搜救队伫咧救救中救出9个民众，其中1个有受伤，或者特殊队轮流挨落山。目前山区内面有关有超过600人掉伫内面，空勤直升机载起药性空投物资，有医疗需求的民众也大声甲因送出来。搜救队员用行的去到中环山区，真侪所在拢放弃。过程当中，四界是硬碰碰，而且还一直闪开落来石头，救援的行动是真危险。中环还是有不断的落石啊，所以就是在行走的部分就是有一定的风险。中环规个因为崩山，行过所在土石看到是拢脆炎炎。搜救队各行的入去救救洞，经过3点钟，车5早起10点外，顺利救到9个民众，1个人卡断去，特殊人员轮流甲伊挨落山。很开心啊，因为我们要看到本人，我们才知道说他真的安全。很开心，平安就好了啦。但几日间，母仔囝总算是见面，2个人烧染流目屎。不过另外一边，石家庄报道有6个人失去联络，家属发文请大家斗找人，嘛有人真着急，直接去指挥所探问，希望会当有好消息。他说要回来花莲祭祖，然后他们就先到太鲁阁去走路运动。我们有打电话，可是都不通了。石家庄救援的行动，赶快是真辛苦。队员牵搜救犬，860度真高的山坡，4个拢是崩山的路石。尾后伫真侪大粒石头下骹，发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待伫下底，那像是罹难者身份也会确认。不过伫搜救的时阵，要是一直发生地动尾，嘛不时有石头落落来，1公里外佫发生崩山，抢救的工作只好暂停。中间大概碰到4、5次的落石，那中间都有做一些紧急撤离。那最后是因为落石的状态越来越密集，我们就现场说先撤出。地动了后的第3天，救灾的任务要是无停歇。空气直升机伫天祥地区甲西部国小空投物资补给，乌用直升机嘛伫天祥接到有超过60个人有医疗的需求，优先甲因载落山。那地震有没有很可怕？地震不可怕，应该是吓到了。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，1100多人受伤，至少600个人受困，包括天祥地区有500多人，西部国小84个人在内，几个所在拢伫等待救援，失去联络的也有13个人。目前天气开始在变，嘛冲击到搜救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